嗰個叫做Q4個營收啦，嚇死人啦。咁啊，簡單介紹一下啦。我主要唔係介紹呢個嘅，我主要係介紹呢一次咧佢嘅毛利率啦，Q4嘅毛利率居然有60% 以上，嚇死人啊！真係話佢賺錢啦，賺到佢係相當於一部叫做印鈔機一樣攞張紙入去印錢出嚟。咁好啦，喺呢啲數字背後啦，咁究竟台積電有乜嘢咁有料到可以做到毛利率可以超過60%咧？真係好犀利啊！犀利到叫做首先一點啦，就憑呢樣嘢，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強大嘅智能手機、最高性能嘅 AI 服務器個心臟都係由台積電製造，就咁簡單，即係叫做無可代替啊！淨係得佢得，其他人都唔得，你有乜可能唔賺錢啊？佢比印鈔機仲要印鈔機添啦，係嘛？人哋個印鈔機用咗仲會壞，佢呢部印鈔機用咗唔曉壞嘅喎，係嘛？所以睇佢嘅業績就睇點解咁勁，因為世界上所有幾乎最強大嘅智能手機同埋 AI 服務器同埋芯片都係佢做嘅。問你服未？好啦，我哋睇翻台積電啦 ，AI 嘅浪潮咧，依家只不過係一個開始所以我點解今晚又講翻？因為我之前講咗嘅，話 AI 有冇泡沫咧？我話有，我係好明確話俾大家聽，有但唔多。有乜嘢嚟證明咧？由台積電嘅 Q4嘅營收嚟幫大家打開另外一個角度睇下 AI 究竟有冇泡沫先究竟有冇泡沫？台積電咧係唯一一個可以，即係佢有資本支出咧，就叫咩建廠。佢可以做到點樣咧？就係佢可以喺先冇客戶嘅情況之下，即係冇客嘅情況之下。一般嚟講，大家做生意都知啦。如果我要加大個生產，我要建翻多個廠，係咪要有訂單先得？佢唔需要嘅，佢喺冇訂單嘅情況之下，佢可以先用大額投資去建個工廠出嚟，然後再去揾訂單。咁代表咩？咁代表真係皇帝個女喎，唔受嫁嘅喎。我先冚翻個廠，我先就建翻粒廠先。唔係大家蝕嘅嗰粒廠佢係建翻粒做芯片嘅廠，跟住啲訂單就會陸續有嚟嘅咯喎。就咁簡單。所以當你睇到台積電可以咁樣嘅時候，咁你係咪認為究竟個 AI 嘅需求大唔大咧？非常之大，冇辦法啦。你依家必須要承認一點，第四次，其實我覺得應該係第四次，嚴格嚟講係第四次工業革命。第四次工業革命兩樣嘢最緊要，一個叫硬件一個叫硬件，一個叫軟件。硬件呢樣嘢就係你梗係要有物理嘅硬件先得噶嘛，你要承載佢噶嘛，係嘛？咁軟件係咩咧？其實軟件我講嘅唔係大家理解個軟件，我講嘅係咁。你要驅動呢啲物理嘅硬件，咁你需要能量啊嘛，所以呢個軟件就叫能量。大家睇到啦，炒完 AI 應用，跟住炒咩？炒電啊嘛。你同我講你個芯片有幾勁，依家你個功效又有幾低，你個效率有幾高？係啊，我知啊。咁如果冇電咧，你唔通同我用手推住佢喐咩？唔可能啊嘛，咁所以電你之前同大家講過啦，大家都清楚噶啦。咁今日電又有反應咯，但係對於好多朋友嚟講，唔好意思，我又錯過咗。係啊，我之前講咗下噶嘛，好多人都匿埋個牛市度嘅，即係人哋依家我哋成日講慢牛啊嘛，有好多人咧，佢係負責慢嘅，好大一部分人負責慢，只有一部分人會負責牛嘅啫。所以牛市呢樣嘢咧，咁你要分開嚟睇尤其是係慢牛慢牛就係咁啦，90% 嘅人咧負責慢啦，因為邊拍升你唔好擺到邊拍啊嘛。牛呢方面邊拍要升嘅時候，咁你係咪要嗱聲入翻嚟講翻？等我講埋呢個之後，你就知道點解要提前佈局啦。好，台積電嘅增長故事
其實就係 AI 嘅故事。咁啊 AI 如果個熱度一直唔落嚟，咁啊台積電個營收佢即係佢個業績只會一直上嘅啫，只會一直上。咁啊台積電已經將2024到29年 AI 加速器嘅業務複合年增長預期從45%上調到55%甚至60%，叫恐怖啦！真係好恐怖，即係你開一間廠，依家你生產啲產品咧就叫做每年由今年到5年未來5年嘅時間，每一年會有50%係咪啊？你話咧？你話你係咪好似印鈔機咁啦？哇！咁我會問翻你你缺唔缺朋友咁啊？如果你唔缺朋友缺唔缺保鏢啊？你冇睇 Ivan 咁細隻真係要搏起身嘅時候，我好打得㗎我好打得㗎，呢位老細你放心我一定會先瞓身落去嘅，你放心，絕對唔會令你受到些少嘅傷害我講嘅。好啦，咁重要嘅係台積電定義嘅 AI 加速器咧，就唔只係英偉達嘅 GPU 喎。如果淨係得一個咧，咁容易跛腳嘅，因為你所有嘅業務都喺一家度，萬一都有個萬一啊嘛。咁依家佢連個萬一都唔俾你，因為佢有12,000、有13,000、有14,000即係萬一佢唔會俾呢種可能性俾你啦，佢仲有12,000、13,000、14,000啦，咁所以你都唔使諗住佢會出咩大嘅問題㗎啦。因為如果佢真係出大問題咧，多數應該都係呢個問題㗎啦。S3係咁啦。咁如果你真係如果台積電出現咗啲大嘅問題，就一定係 S3㗎啦。咁如果真係人類地球出現咗 S3 咁真係大鑊咯。嗰陣時我哋就先踎喺個洞入邊啦可以避避得過，可以避多啲。咁依家台積電嘅領先喺邊度？點解我話佢隨便起間廠咧？佢唔使訂單去起間廠，因為佢真係個技術係叫做獨步天下啦。AI 芯片嘅強大咧，就唔僅在於製程嘅先進啦，比如大家知道嘅2納米啦、2納米啦、3納米啦依家都係2納米、3納米，更在於 GPU 嘅核心要高效組裝，因為你要知道，你個 GPU 呢樣嘢，個芯片呢樣嘢唔係得個芯片喺度嘅喎，佢係有個成個架構喺度嘅，佢係一個組裝品嚟嘅。咁點樣將佢組裝起身咧？咁你要清楚啦，你俾20年前好唔好？20年前，大家睇翻中國國產車中國國產車，我嗰陣時就俾個引擎俾你，我俾個 V6、V8 俾你。再俾埋個變速器俾晒，波箱都俾埋你，你組裝成一部車，你可唔可以組裝出嚟？從入口嗰下一模一樣可以加速咁快呢？你放心，佢一定做唔到。點解？因為本身嚟講，高效組裝係一件好難嘅事情。舉個例子啦，依家中國可以自己生產 C919 個大型噴氣式客機C919，咁有好多人就笑啦，話挑你啲組裝品嚟嘅啫喎，你副引擎咧用嘅係賽風嘅，用嘅法國賽風跟住咧你啲咩叫做乘客生命保持系統咧用嘅係美國嘅，好似霍尼威爾係嘛？仲有其他啲系統都係，所以你係一個組裝貨，你搞清楚喎，你以為組裝咁容易咩？哇！賭神入邊嗰個叫咩阿高毅冇話俾你聽咩？契弟係咁容易做嘅咩？冇咁容易㗎，你以為所以組裝係一件好高技術含量嘅。咁要組裝埋一齊，你要先進嘅封裝技術，因為你知啦，個芯片同其他啲嘢要合埋一齊，你封裝嗰下一定要好嚴密嘅，嚴絲合縫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個如果唔係你產生唔到咁好嘅效率嘅。咁所以大家睇到啦，強大嘅引擎啦，強大引擎你需要一個好先進嘅封裝技術。台積電嘅獨門絕技就係佢嘅高效封裝技術。依家成個
成個芯片行業對封裝個需求已經到咗瘋狂嘅程度啊，非常之瘋狂啦。咁好啦，咁啊封裝之後咧，咁封裝革命呢樣嘢咧就係佢有咩好處咧？就係咁啊，大家都知啦，以前封裝你要用到 PCB 板噶嘛，因為啲芯片你要集成喺嗰度噶嘛，係咪？用 PCB 板，但係依家已經係有一個更加比 PCB 板更加高級嘅板叫 ABF 載板。咁呢一隻封裝技術就係喺冇呢隻板嘅基礎上，咁你因為傳統都要有塊板，咁你入去接埋一齊，跟住組裝。依家個封裝技術已經唔需要 PCB 板，即係 ABF 載板啦，唔需要啊，直接就可以裝到。咁佢嘅優勢係咩啊？簡化結構，降低成本，最重要嘅就係完美咁繞開咗 PCB 板嘅產能，因為佢係有限嘅，因為好高端㗎。ABF 板咧，我查過啦，我 check 過 ABF 板係比唔係普通嘅 PCB 板，係非常之高端嘅 PCB 板，唔係想做就做得出嚟。咁所以佢係咪一種革命啊？係咧，我好覺得佢係一種革命。我唔講，我唔 check 我都唔知啊，學翻好多嘢。其實咧，我又喺度諗咧，每晚同大家講翻啲咁嘅嘢嘅時候，我自己都學翻好多嘢。咁啊，相當於我哋都會有研究噶嘛。咁好啦，咁啊，依家就高效嘅封裝之後咧，咁啊，相當於你副計咧，你副引擎咧，啊，真係你副引擎係好鬼勁嘅。咁啊，你係 V6 啦、V8 啦，話之你啦嚇，或者 V6、V8個馬力係好勁嘅 V6、V8 引擎。咁你副引擎嘅馬力數好高啊，但係你如果加速要夠快嘅話，一定要有波箱噶嘛，係嘛？啊，一定要有波箱。咁你個波箱要你個波箱一定要靚仔，一定要夠平順。啊，換擋嘅時候一定要夠快夠 smart， 咁樣你先可以將嗰副引擎嘅馬力發揮到極致。芯片當中嘅波箱係乜嘢？就係對外嘅傳輸通訊啊，就係通訊。咁你芯片啦，你芯片嘅叫做效率好高啦，但係你芯片嘅效率咁高，你都要傳輸出去㗎。你馬力咁大，你都要去到轆度你先識喐㗎，唔係話副機係咁轉佢又識喐。咁所以芯片同外部嘅通訊好緊要。依家出咗好高卡嘅叫做 CPO 光電共封裝，係先進，係一種依家目前嚟講最先進嘅 I/O 互聯技術。咁繞開咗咩咧？以前大家知道啦，如果要通訊要用到乜嘢啊？要用到銅啊，各位。最新消息，阿英偉達好似靜雞雞咁改咗個參數喎，改咗嗰篇論文嘅數據，話咧依家咧對於銅嘅需求會大幅降低。點解？因為有 CPO 光電共封裝技術誕生咗啦，咁所以對於銅嘅依賴越嚟越少。點解？因為依家係用光電嘅方式嚟傳輸嚟做通訊，而唔係用光纖。傳統係用光纖噶嘛，銅又少咗咯。咁如果銅少咗，大家知道大宗商品當中銅呢幾排升得好犀利嘅咯喎。咁升得好犀利，大家要小心啲咯喎。點解要小心啲啊？因為銅嘅需求大家知啦，喺通訊呢方面啦，啲光纖光纜方面啦，對銅嘅需求係好高嘅。咁依家喺芯片呢家嘢對銅嘅需求少咗喎。咁大家要小心啲啦。呢咪就叫做利空消息咯。咪叫利空消息。共封裝啦，先進嘅地方啦。我唔係學呢方面嘅，咁所以先進嘅地方大家自己去揾都揾到噶啦。就考先進啦。最後要講一講啦。台積電係叫做硅基皇帝。喺依家仲係用摩爾定律嘅情況之下，仲係用物理嘅方式、物理芯片嘅時間。佢應該係皇帝之一，佢應該皇帝之一。好啦，講到最尾，咁究竟我唔係喺度講嘅，我話台積電Q4業績爆晒標，應該有兩條主線。
究竟我講完之後，大家知係邊兩條主線啊？啊，邊兩條主線啊？有冇啊？係邊兩條主線咧？咁啊，呢個肯定係 AI 需求好強勁，咁呢個係人都知啊。我夠知佢業績超預期咯。啊，我夠知佢會加速啊半導體板塊咯。對半導體板塊係會有積極嘅意義喺度咯。咁啊，究竟嗰兩條主線係咩啊？誒，頭先嗰位朋友唔係話咩？唔好嘥時間教書啊嘛，不如你教下我啊！我講嘅兩條主線係邊兩條啊？唔該，你講下咧。咁啊，即係老師咁啊，啲阿 Sir 喺上面講課，你話阿 Sir 你唔好講啦，你講嚟講去啦，都係喺度教書啫嘛。咁你考試嘅時候識唔識啊？唔好意思，唔識啊，冇聽過。好啦，講到台積電嘅時候，同大家講啦，話好多時候啦嘛，大家需要有一個前瞻性啦。咁我哋喺內部就已經提前部署咗半導體嘅標的㗎啦。咁我哋嘅會員朋友其實係好清楚嘅。咁呢個叫做區別，冇辦法嘅。咁啊，會員同唔係會員一定會有所區別。咁我哋會員朋友係已經知道，我哋喺1月13號嘅時候就已經發布咗半導體嘅標的嘅係美股嚟嘅，係美股嚟嘅。咁啊，關注嘅邏輯啦，同埋教學喺邊個位關注佢啦。咁啊，止蝕位喺邊啦？咁究竟要幾多倉位啦？咁啊，全部好清晰咁樣喺實戰訓練營啊！喺實戰訓練營俾到大家，咁啊，所有我哋嘅會員朋友應該都知道嘅。咁如果大家有睇到嘅話，咁你應該接住落嚟要關注啦，因為半導體啦，咁啊大家睇到啦，你睇到台積電佢嘅營收之後，你就知成個半導體有冇希望。咁啊 AI 究竟有冇泡沫咧？我相信大家心裏邊應該有翻啲數噶啦，有翻啲數。好啦。